大肠癌膜是咱国人十大癌症发生的第2名，有9成拢是中高龄的病人。一寡岁数较大的病人手术了后会有并发症的风险。台北医学院就针对高龄的大肠癌的患者，来利用快速康复计划，会当互因的恢复期缩短3成。这个成果嘛，刊伫国际期刊，咱做伙来了解。 80岁王阿伯因为血便进行快先检查，确诊得到大肠癌。经过微创手术治疗，佮配合术后快速康复计划，简单叫做 ERAS。中短期天数只有6天，比传统手术要短去10天，短期一数减少40%。目前手术了后恢复真好，敢若需要定期追踪。只要是术后能做得好，过程应该可以比较安全嘛，所以我就不会什么担心了。北医附医医疗团队表示，所谓的术后快速康复计划，都是跨科别团队合作，为病人手术进程就开始准备，透过体能训练增强心肺功能等。手术时阵随时调整麻醉剂量，手术了后鼓励病人落床，对肠胃震动有帮助，加速术后康复。 根据院内将近500个肠癌患者研究发现，术后康复时间平均减少3成。第一个，我们不放鼻胃管，我们不放引流管，然后我们的导尿管在隔天就拿掉，所以就减少了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，也减少了一些泌尿道感染，那甚至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风险。根据国健署统计，大肠癌是国人10大癌症发生人数第2名，其中将近9成发生在50岁以上中高龄的族群。 医方强调，高龄患者伫手术了后，常常面临较悬的并发症风险。不过研究显示，ERAS照护计划唔但有效减少医疗资源消耗，佫可能帮助高龄的老大人真紧就能出院，提高患者生活品质，达到医病双赢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